报道。宜兰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哦，伫苏花公路发生行车纠纷，伊甲对方砸落来，佮甲躺伫车内的6枪摕出来对天顶开枪恐吓。被害者报案，警方嘛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，带转去警察局，嘛发现讲伊的枪并无申请，嘛已经甲人移送法办。一个查甫人伫苏花公路甲车砸落来，摕一支蜡枪伫挡风玻璃前对天开枪恐吓，民众看到赶紧甲警方报案。要撞人了，我他说你超你的车，我很轻慢。警方拘捕随启动拿查围猎，伫苏花界东澳段磅空出口，甲开枪的姓杨查甫人砸落来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姓杨的查甫人是南澳人，当时开车转厝的半路，甲人发生行车纠纷。伊讲是因为车顶有某囝，对方一直逼车，为了保护亲人才开枪。警方伫姓杨查甫人的车顶插了2支蜡枪，确认拢无经过申请。虽然查甫人是讲枪内底无枪支甲钢珠啊、干那钉啊，不过开枪的行为已经牵涉恐吓。苏花改东澳端出口处拦查犯嫌，并在其车辆中起获自制猎枪2把以及喜得丁等证物。全案依违反刑法恐吓、枪炮弹刀条例，移送台湾宜兰地检署侦办。民众拄着有纠纷，爱照正常方式解决。警方绝对无用稳不法的行为挑战公权力。持有蜡枪爱经过合法申请，而且准讲合法申请，嘛无应该摕来威胁别人的性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东海岸公路